伫俄罗斯有恐怖攻击，俄罗斯的莫斯科传说音乐厅恐怖攻击的事件发生到今已经是第一礼拜。当地官员即马继续要追查嫌犯的身份，其中呢有嫌犯是咧挖进乌克兰的城市轰掠着人，所以俄罗斯即马是怀疑讲即阵恐怖攻击恐惊和乌克兰有关系。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的事件，而且进入第6天，除了4个涉嫌这篇恐怖攻击而被嫌犯在内，拢总有11个人轰掠。即马阁有一个都指控讲，伊说出互嫌犯，去互警方羁押。这个造成至少139个人死亡，差不多200个人轻重伤的事件，到底有偌济人涉案？涉案的人伫恐怖攻击的事件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因是有啥物人请的等等的细节，拢要搁伫理清。不过除了欧美第一时间替乌克兰辩护，因为恐怖攻击甲乌克兰无关系。罗西亚这边嘛讲甲敢若真诶共款，指控美国甲英国协助乌克兰撤回，而且发动这个攻击。То,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осуществляла изучение 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боевик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ам об этом известно. То, что выезжали в места нахожд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ов, работали с ними и вели их подготовку,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根据罗西亚国营媒体今日罗西亚的分析，欧美讲的涉案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犯案的方式除了汽车炸弹，家己做的炸弹，上常用的都是自杀炸弹客。那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的嫌犯，开枪杀人甲放火了后，还阁随离开现场，这明显甲伊斯兰国犯案的风格无共款。到底欧美甲罗西亚对啥物人是凶手要冤袂煞的时阵，部分国家为安嘛求警报，亲像外国媒体报道指出，涉及恐怖攻击的嫌犯，进前要暂时停留伫土耳其，所以土耳其的军警展开大规模的搜查，逮捕几10个防指控甲恐怖攻击有关系的嫌犯。另外，针对6月份开始，会伫德国柏林等等几个城市举办的2024年欧洲国家杯脚球赛，地主国宣布实施临时性质的边境管制。德国之声公共广播电台指出，这是莫斯科恐怖攻击事件了后，影响极端分子趁比赛期间可能渗透作乱的措施。除了监控恐怖组织，会伫脚球比赛出现暴力行为的人，嘛是警方注意的目标。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